上年拍咗條片請暑期工，結果我收到1200-13個 message， 同埋我睇唔晒，非常之抱歉。上年 inbox 咗嘅朋友，咁結果最尾我係請咗一個暑期工叫做 Creamy， 即係逆流裡面嘅逆。今年都會請人，但係唔淨止請暑期工。好多朋友未到暑假已經問我請唔請人，我都好多謝你嘅熱心。我而家呢，因為就嚟中學可以放暑假啦，所以我就宣布我會請3個 post。第一個 post 就係你哋叫 YouTuber， 我會叫 Video Blogger 嘅。呢個 post 咧係需要識得編導演剪攝，你識晒以上嘅嘢，同埋你可以自己一手包辦一條片嘅，你可以嚟 in 呢個 post， 我會諗辦法幫你，令到更加多人認識，甚至係翻 tune 下你嘅 idea。第二個 post 你唔識咁多嘢，但係你想參與，你想玩，你想尤其係演出嘅，我都有一個 post 叫做演員。你如果覺得自己有演藝細胞，你覺得自己嘅外表係見得人嘅，你覺得自己係夠大膽嘅，你覺得自己係個 model 嚟嘅，而家有眼耳口鼻都覺得自己係 model 㗎啦。你只要肯演出，你想演出，喺呢個暑假裡面想試一試嘅，你一樣可以嚟揾我。第二個 post 係演員。第三個 post 就係剪接，呢個係一個 full time 嘅 post， 因為我需要大量嘅人手去幫我哋剪片。但係你只要 in 得呢個 post 咧，我預咗你係會願意出鏡嘅。點解咧？因為我哋拍起片上嚟，連清潔嗰個都要過鏡㗎啦。你要有出嘅準備，就嚟 in 呢個剪片嘅 post 啦。咁點 in 啊？你又睇唔晒啲 inbox。好，今年咧我就 book 咗旺角朗豪酒店嘅8樓嘅一個 ballroom。旺角朗豪酒店就喺朗豪坊隔離啦嚇。時間幾時？就係今個星期五7月10號晏晝1點到5點鐘，我同我公司一眾嘅 video blogger 都會喺度同大家做 interview。到期時會有一個短嘅時間，數分鐘嘅時間，我問你哋問題，你亦都可以問翻我哋問題。然之後我哋就會翻到去睇下邊個有潛力、有潛質可以做到以上呢3個 post 嘅。然之後我哋就會揾翻你。所以如果你嗰日放咗學，任何同學、大專生也好、求職人士也好，對以上3個 post 係有興趣嘅，你不妨過嚟揾我哋，我哋喺嗰度等你，到時見。